台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顺遂啊！又到了千金铺单元，咱今日这集呢，要来介绍第9章煮食料理。煮食料理啊，伊是安尼讲，伊讲花仔店后欠，买大暗羹、大鼎东洋甲灶庄。哦，这里讲啥呢？伊讲哦，花仔店呢啊，嘛需要呢，嘛有需要爱补货哦。头一人呢，要买大暗羹、大鼎东洋甲灶庄。哦，大卡话啊，大鼎是大卡的话啊，啊东洋咧，什么叫东洋？伊这意思讲吼，日本的细鼎话啊，啊甲灶庄咧，啊甲铺灶面的庄啊，来讲吼，研子做灶门，研就是呢双研影的研，啊子呢啊就是果子迄个子，这是这个庄的名词，叫研子庄，用研子庄来做灶门。用这个耐火的材料吼所烧成的这个庄仔角啦，这款呢叫做研子啦吼。过来呢，铁条话啊，甲地鼓啊，就讲哦，这个用具日常生活的用具呢，有什么？有用来挖、用来钻、用来滚的铁条啊，啊甲话啊，甲地鼓铁条呢，用今日来讲就种较小型的这个炊具啦吼，有迄柄。啊，嘛有迄个出水的口啊，一喙啦吼，啊用来，譬如讲用来烧滚水啦，啊用来呢熬物件啦吼，来这个铁条啦吼，过来哦，煎食火钳啊加烘炉，炒菜的煎食，硬火炭的火硬啊加烘炉，火钳就用来呢硬火炭、土炭的工具啦，啊所以呢嘛称呼叫做火硬，啊是火滴，有人讲火滴啊滴啦，也滴的滴，火滴火硬。啊，有人讲啊，火钳哈钳，过来急烧火炭啊，甲水壶，这吼我过去在学台语的时阵哦，哇，这一点都想无这字啦，哦，尾仔是哦，好较发现到，因为我做起来时阵吼，一般拢去买中药嘛，啊中药就爱钻嘛，啊钻爱用哪？爱用急烧啊。我种啥物什么急烧啊！哦，我真知影答案啦，就是急烧啦，就是用竹竿叫啊，要管啊，钻好迄个烧啦，所以急就是钓急的急啦，啊烧就是烧烫烫的烧啦，啊加起啊就急烧啊，变调去呢，这个噪音器叫做急烧啊，哦，啊其实急烧啊，啊所以急烧啊，火炭甲水壶，就讲钻药爱急烧，兄火的火炭啊甲滴水的水壶，哦啊这种生活的物件啦吼，过来呢。红糖、柑啊，啊加香炉，这个讲啥呢？啊，这个红吼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刀型的叫红啦，啊那直烫烫的呢，啊叫做糖啦，吼，叫红糖，叫大刀红糖加柑啊，啊加香炉。个即台香糖加酸炉，就点火即台炒香的香糖，啊加糖做的这个酸熏炉。啊，这个酸特别解说一下，这个酸吼，这个酸炉那有这个酸呢？酸就是酸团的酸哦，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酸炉吼是熏炉的一种啦，啊用来咧烧呐，啊用来咧烧这个香的啦吼，来祭拜神明的。啊，啥人那叫酸炉呢？因为吼，伊的造型吼是仿自呢上界出名的叫做当地时候明朝的明宣宗，伊的年号叫做宣德，朝廷吼宫廷呢用铜做的熏炉啦。啊，就讲吼，过去这是伫朝廷吼啊，这个宫廷内底靠有这款的这个熏炉啦。啊，因为这是伫宣德年间宣德啦吼，宣就是宣传的宣，德就是道德的德，就是明朝的明宣宗这个皇帝。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大家都仿这个做法啦。啊，所以就拢叫做宣炉啊。所以这个宣呢是有这个典故的哦。地凹地冠10副转，啊，过来佫传什么啊？爱传这个地凹地冠甲10个地杯的组。这个转就一组啦，一副啦，吼，10地啦，吼，10地啊，一组啊，所以讲哦，有地凹、地冠甲10个地杯组啊，安尼好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暂时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党风景教授主讲，党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